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2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头一日，咱国生产空军新型的高级教练机拥鹰早起正式飞上空中，蔡英文总统也亲身见证。早起国民党发布蔡英文总统连任1个月的民调，有将近50%的民众讲着失业的问题，对政府较无信心。民间统计讲，按2015年到6冬的期间，6都公务处处税，新北市起上介济，台北市嘛贵袂少。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咱的国家当伫咧推动讲，自家用的战斗机都要有材料，家己出产。去年9月头一只咱国所生产设计新型的高级教练机拥鹰，早起4点伫咧台中青山港机场，拥鹰正式飞上半空中，头尾12分钟，蔡英文总统嘛有亲身去到现场见证历史性的这一幕。红白蓝飞机正式展出，国机国造头一只 AJT 新式高教机拥鹰号机顺利收飞。未来首台 AT3教练机甲 F5部分机，将原本的3阶段3机种的飞行员训练，整整做3阶段2机种，对未来战机训练小接有帮衬。总统蔡英文亲身教阅，嘛表示拥鹰团队写出新的传奇。4年来，在空军、在汉翔、在中科院，以及我们所有的上下游厂商通力合作之下，我们克服了所有的困难。用具体的成绩重建了我们社会各界对国内航太产业的研制能力的信心。拥鹰2017年开工，去年9月由汉翔公司正式出厂。这是第31年前 IDF 建国号战斗机收飞了后，国机国造搁再创造出新的历史性的一刻，包括新的座舱，拢是 IDF 时代无的，展现台湾航太的进步。拥鹰嘛做到兵舰结合、兵舰转换甲兵舰一体的功能。我相信他也以这架飞机为荣，感觉心情很好。这个事情，国机国造这个事情，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一个新军用机的诞生，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大喜事。拥鹰会当讲是目前全球上界先进的第5台教练机，接落来佫会展开第2只测试机，结果疲劳严重，目标满足30年8000点钟的需求指标。按照进度，今年拥鹰应该会当有头一批量产6只能量，但是空军的态度谨慎，目前专案按照进前的规划进度，预计110年11月进行小批量的生产。记者做报道。咱再来关心政治的消息，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提名的人选按算礼拜3中常会才要发表。但是有消息讲，党中央会今日若对当伫咧争取的市议员中间定调一个出来选，互相是会较分袂平。是讲民进党所推荐的候选人陈其迈，早起已经伫咧公布助选的阵容。总部的发言人正就是派出4个现任的高雄市议员。连续几天走市场拜票了，民进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陈其迈22号决定换口味，天光就去茶山爬山，而且甲伊做伙爬山的，就是拄啊宣布的竞选团队人员。廖泰祥，现在是我们网络部的主任，那也这次同步担任我们的发言人之外，那在我们竞总的部分就也委请包括林志宏、黄文义跟高敏玲、邱俊宪来协助我们担任发言人的工作。除了大家上关心的发言人团队，人选拢是议会党团的少年家。陈其迈都找来真受欢迎的吴以农做青年甲国际事务顾问，看得出想要揪少年人选票的决心。以外，阁有老市长陈菊团队的前代理市长柯立明做主任委员。另外一方面，国民党有学者表态，嘛有几啊位高雄市议员想要争取，包括李雅静、蔡金燕、黄少廷。毋过，却传出党中央惊其他议员不满，对想要参选的市议员态度保留。对安尼讲法，国民党市议员李雅静讲，不管最后谁出线，拢会支持。国民党其实没有分裂的本钱了。大家也都知道，也唯有团结才会有胜选的机会哦。所以我觉得不会有谁提名谁，然后谁不服气谁哦。那日的补选进度差足济，嘛，互部分国民党支持者真烦恼。国民党市议员蔡金燕表示，若是党中央24号就宣布人选，进度无算是真慢。到时阵国民党的议员嘛会团结起来，请支持者唔免烦恼。记者陈焕武、柯正俊、明昭县高雄报道。早起。日本国内媒体报道讲，Okinawa 旧藩市的议会已经表决通过，钓鱼台这个岛10月初一就要按原底日本所称呼的丁野城改名做5里的丁野城占过。
6月初，石垣市政府提出将钓鱼台改名的议案，即时就引起咱台湾宜兰县议会不满。6月10日嘛，大省表决通过，甲钓鱼台添2字，换叫做头城钓鱼台。总是石垣市议会今日同款表决通过，甲钓鱼台即撮岛行政区的名号按丁野城改变做丁野城暂告。日本的媒体《琉球新报》嘛表示讲，石垣市议会这款举动可能会增加中国和台湾中间紧张的关系，甚至可能也影响到日本和四边的国家外交的往来。咱过来关心中国北京市的政府公布讲，昨新增加9个患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另外染病风险较悬的地区嘛，佫加2大。甚至今年度北京市内大小间学校，敢若会当经过网络举办毕业典礼，袂当互当要出业的学生面对面来坐抓牌，集做活了。中国北京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咧滚价，2日新增加9个确诊。虽然是新一波疫情爆发以来，头一届病例数降到10个以下，不过拢是本土病例。从10日发生疫情到今，北京市累计有236个本土的病例，目前拢伫咧住院观察当中。北京嘛新增加2个高风险的地区，目前拢总有4个高风险地区，37个中风险地区。因为疫情还未受到控制，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嘛宣布，今年各间学校无要举办现场的毕业典礼。2日，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的研究生毕业典礼，敢若有老师甲学生的代表出席，剩的毕业生拢是线顶参加。由于疫情影响，今天我们举行清华历史上第一次云上毕业典礼。咱若巴士公司的北京工厂嘛，标出有2个员工捌去过新发地市场，了后有8个员工确诊。巴士公司就随发布声明表示，发生疫情的工厂主要是生产马铃薯片，甲饮料无关系。工厂目前已经停工甲停产。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停产停业、产品封存、环境消杀、人员隔离等措施，已经对产品及厂区环境进行了全方位取样调查。咱若北京这一波疫情当时才会转好，中国专家认为讲，疫情会伫咧这礼拜进入平稳期。不过嘛指出，有一寡所在并无病例，不过这并无代表无病毒，等到是可能有无症状的患者。要保持一个心态的一个平和，就是常态化的防控。我们可能也会警报拉起放下，警报拉起都可能，不一定在北京，在全国各地都有可能。中国2日拢总新增加确诊18例，本土的病例除了北京9例，河北嘛有2例，而且拢甲北京有关系。目前河北拢总有18个确诊，加做北京疫情反考了后，另外一个嘛真严重的省。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顶礼拜5，德国中部一个大都市，因为发觉有民众染着武汉肺炎，大规模验到其所查出了102个人体内拢带病毒，政府嘛即时宣布讲，规片社区拢都要加开封锁。结果有人硬到要出入，竟然甲警察拍着伤。另外，德国发生工人烧毁病情的肉品工厂，但需要加开观察健康的人数，也已经达到6500多人了。封锁围查外口，增加警察进驻。预防社区暴力冲突搁再发生，主要是因为不满封锁措施，2日发生警察甲民众的冲突，而且有警察受伤。Wurden mit Flaschen, Steinen, Metallstangen, Holzlatten, Haushaltsgegenständen und Pyrotechnik beworfen。戈廷根市一个社区，顶礼拜是有2个居民验出阳性，所以采取封锁措施。拜5扩大采检，发现有120个人感染，随着扣了700个人拜6隔离。不过，差不多有200个人想空想胖想要出门，却和警察发生冲突。根据规定，第一届采检阴性的人，就要进一步再采检，要是阴性才会当离开社区。不过，就要配合防疫的要求，亲像是挂喙罨。官员表示，这个社区出现沟通的问题。这个欧巴桑用罗马尼亚语表示讲，伊去用胡椒喷剂去喷着，目睭是真疼，阁真痒。官方表示会配合当地的居民发防疫简讯的时阵，会增加罗马尼亚语。北威州肉品工厂托尼斯发生大规模的群组感染，确诊的人数继续伫咧增加。负责人出来回释咧，官员警告讲，疫情拓开的风险真大，目前疫情的范围拢敢若甲肉品工厂有关系。In ganz Nordrhein-Westfalen sinken die Infektionszahlen seit den Öffnungen über 75%. Aber hier im Kreis Gütersloh haben wir gebündelt explodierende Zahlen, die ganz eng mit der Fleischindustrie verbunden sind.
这间工厂请真侪外籍员工，会增加外语沟通来强化防疫。感染者甲科类相关的接触者，差不多有6500个人已经防隔离。当地学校甲托儿的机构拢已经关起来。根据德国公卫专家的资料，这个国家目前病毒基本再生数阿零达，为前一天的1.79增加到2.88。阿零达的意思就是讲，一个感染者会危害偌济人的平均数。记者综合报道。6月21日，西班牙正式解除头尾超过3个月封锁令。国际机场出入又搁开始加压，因为西班牙政府开放大多数欧洲联盟范围内底国家，搁有英国的人民拢会当自由入境。西班牙首都的大条车路车嘛开始搁咧塌，度假游览的地所，人真做一个溢出来了。已经关真久的西班牙民众早就已经等袂住啊！当局一个解封，就随穿游泳衫、炸凉伞搁游泳的物件去海岛耍水、拍日头。Que la gent sí que va manejar-se un poquet més, però espero que no estiga pues, totalment com abans, que respetem les normes per a no tornar al confinament. 西班牙是感染武汉肺炎人数上界侪的欧盟国家。3月14，当局颁布紧急状态令，展开封城。5月初开始，宣布4阶段慢慢解封。紧急状态令经过6遍的延长，总算伫6月21日解除。全国4700万的民众嘛总算会当下区行动。马德里主要干道透早就出现车流，嘛针对除了葡萄牙以外的欧盟成员国、英国甲申根地区开放边境，入境的游客嘛毋免阁接受隔离。伫咧西班牙甲法国边境的商店才拄营业，门口都已经排甲长落落。Hoy pues hoy ya ves lo que hay, vuelve como todo un poco a la normalidad. La gente empieza a moverse y bueno, es bueno para las tiendas, para la economía y para todo. 封锁3个月安养中心嘛开放逐礼拜2遍的探视，但是一遍敢若1点钟为限。想着真久无看到孙仔，老阿嬷真挡袂牢，就咧流目屎。安养中心是疫情的重灾区，西班牙新冠病毒的死亡病例当中，有2万人是伫咧安养中心，占总死亡病例的7成。这波疫情当中，迄项牺牲的阁有无形文化资产。伊马德里达牛场外口聚集超过2000人，要求政府比照其他艺术领域来救这个咧要倒的达牛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方面的新消息来讲，国民党所支持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早起发布蔡英文总统连任1个月民意调查的统计，其中有将近50%的民众讲到政府敢有法度解决失业的问题，是表示较无信心。若钓鱼台去予日本沖縄话石垣市改名这条台，嘛有7成人认为讲政府应该着爱打搁较硬才对。总统蔡英文5日空开始第2任的执政，国民党智库针对蔡总统就任1个月施政表现来进行民意调查。这个月2日举办蔡英文就任满月民调的发布记者会，公布相关民调统计。其中民众对蔡政府改善经济信心满分是10分，敢若摕到5.4分。目前其实台湾民众有50多万人是没有工作的，显示民进党政府它虽然能够控制新冠疫情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办法可以有具体的能力可以解决我们的失业问题。立委谢宜芳表示，失业率甲无薪假的人数增加。根据主计总处公布4月份的失业率已经到4.03%，佮加上无薪假的人已经超过50万人无情无工课。伊批评政府袂当用疫情来做经济衰退借口，嘛对蔡政府推动的经营怪促进来书提出质疑。不禁怀疑说呢，现在蔡政府在维护主权这样的议题上面，可以说是上演这种所谓的动态式的主权，可能针对特别的国家、特别的地区受到侵犯，才特别的声音。可是呢，他面对着我们在钓鱼台的主权跟我们东海附近的渔权受到侵害的时候，却都闷不吭声。另外，针对日本沖縄石垣市提案变更钓鱼台行政地址，第2日改名通过，嘛引起各界主权的争议。根据这届的民调嘛显示，有7成的民众认为蔡政府必须要用更较硬的态度来回应日本对钓鱼台的做法。若是要50%的民众是认为蔡政府伫咧维护主权的部分受过头2者无实际作为。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捌做过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庄宝腾。近来所发表迄本新册，详细讲出教育所了解，川普总统安怎样处理北韩、中国这种种的问题，甚至册内底佫点名讲，川普总统看近无看远，台湾紧早晚会去互伊翻倍。早起，咱行政院的苏贞昌院长是讲，相信美国为着顾全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咱的合作未改变才对。
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林佳龙甲民进党新北市立委和议员做伙来视察北土城交流道建设计划。苏院长强调讲，预算已经编好，未来交流道若是起好，会当来解决塞车的状况。那全部的建设经费24亿，由中央来负担，早日能够完成，改善交通，促进地方发展。针对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新车意见，台湾甲伫咧美中之间可能会变做库德族以后一个去互川普放杀的对象。苏院长强调讲，台美的关系真复杂，毋过相信美国会为着区域和平，台美合作的关系袂改变。台湾和美国在民主理念上都是一致的，尤其蔡英文总统领导我们台美关系可以说是非常有大的进展。相信为了维护区域的和平，美国、台湾都是会一起协力。另外，最近外国媒体报道，中国计划8月份伫南海大规模演习，而且用手东沙群岛来做假目标。国防部表示，已经增加东沙岛的战备，而且以沙地训练的名义，派出海军陆战队来驻防。苏贞昌无愿意加工细节，毋过强调讲，国防部已经开始部署。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台东县兰屿红头村当地咧举办已经10冬唔捌有原住民打舞制作小米的丰收节。赖清德副总统和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嘛，拢有去到现场参加。赖副总统佫特别讲，政府讲要拨予兰屿迄25亿半核能废料的补偿金，一定照拼照行。佫讲要甲核能废料紧迁走，嘛已经是决定的政策，袂佫改变。副总统赖清德来参加兰屿红头村的小米陪舞丰年节，互邀请去祭典工厂种台仔，向顶祭典开始。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嘛，互邀请来参加。赖副总统甲朱立伦2个人，去外界当作是2024总统参选人的真情人选。这届工厂出席，虽然敢若暂时的握手致意，毋过嘛，互认为是2个人总统大选进前的头一战。赖清德这届去兰屿，除了丰年节前一天的下晡去视察岛上的文化，而且佮带来蔡总统对兰屿核废料25.5亿的补偿金的关心，向当地居民强调讲，佮选出2个族群董事管理委员会第当马上来运作。核废料对兰屿运出去是政府已经确定的政策，袂改变。当然，这样的一个基金的安排，并非就表示说核废料并不做任何的处理。处理核废料，这个是政府既定的政策。朱立伦是比赖清德佮提早8点钟来兰屿做公益，替岛上的老大人来义诊目睭，而且送因老岁目镜。朱立伦这届嘛真受到岛上居民的欢迎。来提供所有这边55岁以上的长者免费的老花眼镜，希望让这些原住民的这些老人长辈都能够眼睛非常健康、大放光明。兰屿红头村日举办已经等10年的台仔丰收节，是岛上的大代志。国民两党的头人佮做伙来遮，嘛互外界特别关心两党伫咧2024年的总统大选布局。记者综合报道。佮来讲6月初7日，116个国民对欧洲中部的波兰这国坐包机倒转来台湾，到当经过14天集中隔开观察健康，证人身体方面拢无各样，早起也已经自由4散去了。这批人士大多数拢是当伫咧波兰读医科的学生，真侪人嘛拢亲手写卡片，感谢这边辛苦斗法好的医疗人员。伫伫早起饭点时阵，解除隔离的民众，有人是厝内人来食，有人是坐游览车离开隔离所。这是初7坐波兰航空包机返来台湾，116位民众伫咧北部检疫所经过14天集中检疫，全部的健康状况正好。日透早分2批出关，116位里面有111位都是在波兰就读医学院的学生，所以他们回来，学校那边课业还在忙，所以他们都要用这个视讯还继续上课，所以压力还蛮大。检疫所指挥官黄尊成讲，透早饭店44个人出关，早起72个人离开。虽然登陆飞机时阵4个人无事事，隔离期间也有人身体无爽快，好佳在拢毋是新冠病毒。因为5月做要到啊，指挥中心也特别传账、甲香包，抑个加持过2笔鉛笔，祝愿参加各个会当顺利。端午节快到了，所以我们取个谐音啊，所以我们就送他们每一个人啊1份
包粽啊，我们希望他们考公民呢，或者都可以包粽。另外再送他们一个加持过的这个神来之笔，我们希望他上考场考试的时候能够这个事事顺利，再加上这个包粽。经过14天的隔离，这批自波兰回来台湾的国人总算出关，因为有国外经验，对台湾的防疫印象真深。真侪人伫咧离开检疫所进前，也写卡片感谢医护团队。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嘛邀请长期间拢伫咧观察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个学者林夏如教授出面演讲分析讲，传染症咧传的过程中，台湾、美国甲中国三方面有竞争嘛有合作的关系。林教授佫预测讲，未来就要看倒一国先开发出预防车，安尼就会当踏着时机愈占赢。武汉肺炎的疫情，甲全球的产业指数复甲乱糟糟，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继续咧摊烧。有学者认为讲，美国为了要防堵华为，邀请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台美合作有机会当抢到关键技术，领先全球的先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恐惊会停阻，台湾的中下游甲周边厂商一定要做出选择。就像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产业一样，要选边的情况之下，其实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让成本提高，资源又越来越少，人口也老化，所以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另外，学者嘛认为讲，中美的比拼升温，互台湾伫国际期间有搁较侪政治甲经济发展的空间。但是中国嘛无落软，最近一直派出军机伫台湾的西南空域来来去去，挑人意思是真高。学者预测讲，若是中国伫短期以来上新开发出武汉肺炎的疫苗，就有机会会当摕到国际组织的主导权。中国可能比其他国家可以在这个危机中脱身，它只要脱身的比其他国家损伤的比较少，它就可以又是一次的，不是一个绝对性的战略的成功。台大公卫学院专工邀请长期观察美中关系学者林夏如分析台美中三方对抗疫情的过程当中，竞争甲合作的关系。学者强调讲，台湾是海岛国家，伫防疫顶悬有优势，但是经贸一定要甲国际连结，同款有传播的风险。未来就看倒一个国家先开发出武汉肺炎的疫苗，就有机会会当抢到时势。记者综报道。手面趁食的人有咧烦恼鸡来散，有诶伫咧烦恼树头案。专门伫咧甲人斗牵细厝的中人网站统计讲，按2015年春天到冬侦查6冬的期间，6都公务处的厝税，新北市按起来起有3成的额，比例上介悬。过来嘛是台北市，这嘛贵袂少。所以厝徛的民众这条想要省，讲起来谈何容易，有影是真为难。国内厝价一直拢真悬，互真侪少年人无法度买厝，今日当选择税厝来解决大问题。根据591租厝网的统计，2015年第一季到2020年第一季，这6年以来，6都公寓规层徛价租金以新北市起的幅度上悬，要到3成。过来是台北市的租金起的幅度嘛，要到27%。做工就是为了缴房租，然后我觉得也会使年轻人少了那种要奋斗的动力啊。这是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不是只有房租贵，然后房价贵，那就可以跟几个朋友一起租啊。这个其实有很多变通的方法了。进一步分析会当发现，台北市公寓规层徛价，每一个月每一倍租金，都2015年第一季超889块，到今年第一季起到1131块，租金的价数是超过1000块。新北市是拄2015年头一季每一个月每一倍超592块，起到今年第一季超767块。卡出讲，6年前每一个月租金负担是1万块，今年新北市要加负担3000块，台北市就要加付2700块。其实，拄租价总处上新公布的厝税指数，嘛当发现，拄2011年2月份租金的指数就一直起，到今年4月份为止，已经连续110个月来起价。买厝的中人认为讲，少年人就算无买厝，厝价嘛已经压迫到生活的品质。因为双北确实是提供个相对比较多的增进资源、就业机会，所以本来需求面上面就会比较大一点。那第二个部分来说的话，就是事实上民众比较期待的电梯、小坪数的一个房型，它在市场上面供给比较少，所以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那可能这一类的一个产品，它对于价格的部分的拉抬，它会比较明显。中人表示，即卖有真侪厝头家会甲厝的报税成本，或者是重新整理的成本，做伙算入去租金内底，所以都会区的租金是一直起。虽然政府有杀租金的补贴，毋过真侪厝头家因为会去互扣税等等的问题不同意，就算民众想要升租金，嘛无一定有法。记者综合报道。
当嘛有愈来愈侪少年家，因为伫咧朋友伴家做伙开 party 的时阵，好闲去试一款一氧化锂氮，就是人咧讲的笑气。实在这会损害人体内底神经系统，严重的甚至会丧失性命。当环保署嘛拍算要开始规定，未来就要有许可证，才会当买卖笑气咯。青少年做伙耍，为着要追求刺激，有人摕气球装入一氧化二氮，一般讲的笑气，搁摕来吸。银银刚刚真欢喜，笑气并不是毒品，真简单伫网络顶头买得。警方发现有愈来愈泛滥的趋势，有的青少年使用了后，甚至背上健康，因此环保署拍算要纳管。不当的吸食，造成了在神经系统甚至一些感觉产生幻觉等等，甚至还有危及生命的这个案例啊。笑气用于食品医疗，由卫福部主管，但工业用途真歹掌握流向。环保署拍算26月底，该有个变成关注化学物质，将来用强度更较悬的毒化物来管理。有许可证才会当制作贩卖使用等等，嘛爱申报，嘛爱标示。那业者无法度交代用途或者是使用对象，笑气必须要加入臭味剂。这一方面就是提醒在使用的人他的一个危险性，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是让他不容易去吸食这也是我们的管制的一个目的。有过了3个月的公告，一旦公告，网络交易就禁止。网络业者若违反，会罚款6万到30万。另外，若无许可证，无法度使用，嘛就是袂当吸。违法来吸，无改善的机会会直接罚，上重罚30万。记者林明霞基文台北报道。镜头所到来中部来讲，3、4年前嘉义县的山区开始出现一款会对光线行，看到芳就要两个琉璃狗遐。尤其若新历7、8月到琉璃狗遐当伫咧吹风的热天时是拢会飞去人家厝内面的电火卡赢飞。中部乡公所当嘛大声分药剂互民众，望讲头痛就要量早头大声。壁顶头的狗遐，安怎赶拢赶袂走，已经影响到厝主的生活，挡袂牢才摕火枪出来喷。嘉义县中部山区，只要天气开始烧热，这种狗遐就会走出来，而且因阁会找光的所在，交尾的时阵阁会乌白飞，互山区的民众连食饭拢爱关电火。电火关掉就袂来啊！咱若是讲暗时你食饭的时，爱就开始乌白飞去饭内底，哪像你搅胡椒粉共款吼，就是爱甲迄个窗帘全部拢扭起来把遮光。嘉义县政府表示，这种狗遐袂直接伤害到农作物，佮加上伊出现伫咧徛家的环境，袂当直接用农药，只会当使用袂伤害环境的药来防治。中部乡公所嘛向农委会、防检局来申请药剂，希望会伫7、8月的时阵来减少这种狗遐的影响。中央有正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呢，农委会那边有发给我们耳剂，还有耳赞。耳赞这个东西，那我们现在中埔乡公所已经把这样的耳机和耳赞分到我们3区，那比较严重的一个村落，然后差不多4000多份有发放下去的。中部乡公所就表示，这种狗遐的数量，只要到因交尾的时间，会变得更较侪，更较无好处理，所以嘛呼吁山区的民众，趁因即摆搁伫涂骹白的这段时间，加强药仔的防治，才会当有效降低这种狗遐的数量。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再来讲6月2日，花莲观者载人客出海欣赏海洋的游览船，伫咧海面发觉规定的观察头海洋，甲一只鲨鱼围起来攻击。因为这款观察头海洋自来就真好性，罕得听讲会去攻击别款动物。但研究海底大自然生态专家就分析讲，这回拍算是为着保护幼囝才会出手。讲起来有影是天下爸母心，人性拢同款。喷出招牌的换开水花，这2只10多公尺长的观察头海洋，对伫一只鲨鱼后壁，无想要互伊挖紧。上海洋船顶管的游客是看到有够紧张，就惊因会随搭起来。鱼啊，抹香鲸前面是鲨鱼，等下抹香鲸要去咬它了，咬它，抹香鲸咬它，咬。经营上海洋船20多年的业者，嘛无看过这款情形。温顺的观察头海洋会攻击鲨鱼，怀疑真有可能是为着要保护群体内底海洋仔囝，才会做出防护的动作。的家族里面有一条小紫鲸，那么可能是基于保护它的家族、它的天性，他们去攻击的这一条鲨鱼，这是非常难得的记录，过去是没有的。
不过因为无翕到海翁去甲刷鱼的画面，所以海洋生态团体对这件代志是保留态度。是没有明确的看到那个攻击的行为，但也许有一些防卫性的，就是区隔开来，这可能是有的。对，就是可能让这个鲨鱼尽可能的离它的幼鲸可能远一点。根据文献资料，观察头海翁是世界上上界大只的齿鲸，食食是软饲类的，亲像鱿鱼这款。若是拄到攻击，港的海翁会甲家族围掉一链，互海翁仔囝集中伫咧中心，而且藏去千外公尺的海底，所以佫互叫做藏水的高手。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赶紧来甲大家介绍上届新的消息。总统府下晡3点举办监察院第6届监察委员提名记者会，提名推荐的小组前任的调集人，就是前任的陈建仁总统，一日来介绍提名人，尤其佮安排监察院长的提名人陈菊女士来致辞。当总统府的秘书长苏家全嘛代表总统来感谢，表示要提出提名的黄建庭和陈新贤2位。咱来听苏家全秘书长早前头拄的谈话。有2位被提名人晚谢提名，我在这里要代表总统府再次感谢黄建庭前县长、陈生贤先生当初愿意跨越党派藩篱，接受被提名，来一起为国家打拼。因此，这2位被提名人的遗缺，我们暂时保留，等待有合适的时机，能达成我们期待的这些目标，我们再进行提名。进前连续9天雷阵雨，伫咧南投中兴新村公营里遮，有一丛踮伫咧邻家厝边仔的相思树，因为土一软，规个拢倒落去，地歹人面实咧厝的厝顶。不过因为这间厝厝主是低收入弱势的家庭，尤其这丛树啊，搁伫私有的土地顶头，里长只有请求民间团体来斗清理。里长也表示讲，这已经是中兴新村遮第2摆树啊倒落去的意外，望讲主管机关会当全面性来检查树啊的土质。正人小心爬起的铁皮厝顶，看用这丛倒起的树啊，无继续倒起的危险，随即锯开树头。不过后壁布坎下多真大，工作人员连徛拢无简单，而且后面厝的厝顶，在日只是简单的铁档，就惊讲大炮发生意外。这句刚刚对流真旺，南投地区发生枪降雨，最后有伫南投中兴新村的民厝，几天前就被10外公尺悬的相思树整个地掉的，厝顶还去破空，因为树仔所在位置属于私有地，公部门无法度介入。这户厝主佫是低收入户，无法度来请人处理，当地里长找来志工，今日将倒去的树仔清除。因为他这边是属于私人土地，所以说在公部门的部分比较没有一些资源可以进来协助他们。弟兄们什么专长都有，就一下邀集一下，大家有那个热心，就过来了。当地里长表示，南投中兴新村的树仔真多，不过进前雨季就雨未少，瓦库边坡的土石严重流失，加上最近常常发生雷阵雨，和土壤的流失更加严重，而且嘛是梅雨季以来发生的第2件路树倒起的事件，希望相关单位会使启动体检，避免意外再再发生。记者南投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台北市的消息，台北市政府近来要求双连捷运站边、民生西路巷仔内东西两边早市的担头，就爱拢夹过去东边规边，这也引起这个手面趁食的担头家真反感，讲卡路根本就无够，无可能。早起因嘛去到立法院台湾民众党的党团抗议，要求就要转达给党主席，就是柯文哲市长来了解趁食人的心声。双连相关自救会日早起伫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办公室头前召开定情记者会，现场有几仔摊商手提我要挖落去的牌仔抗议，批评台北市府市长处要求捷运双连站民生西路45巷东西两边的摊商拢整合去东边，根本就是袂用之。他原本要叫我们跟东侧合并。东侧已经100多摊了，我们西侧有100多摊，根本就并不进去。你市场管理处给我们画一个虚拟的大体量，让我们办得到事大。
团商嘛讲有找市议员来တင်情，毋过因为市府压迫，所以才会来立法院民众党东部头前တင်情。而且5月2日开协调会，7月7日特别彻底实施，时间收迫，大部分的团商根本就袂赴欢迎。而且西边的团商内底，嘛有真侪技术入户甲心心障碍家庭，希望政府会当出面来斗相共。昨天也开了一场，他讲的就是说，他要辅助我们去别的市场。问题是现在大家，你看到他们大家老的老，小的小，然后还有罕病情况的一堆。民众党是由立法党团主任陈光辉出面来接တင်情书，而且表示会甲团商的意见转达给官问题市长。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确实热，照看今日中昼，台北、花莲、台东拢有热超过36度。尤其对于新历6月开始到昨，南北二路各地头已经有385个民众因为潮沙这款热天时的镜头，去医生馆找先生看。台北市的劳动检查处，咱嘛去检查到2搭应做的工地，拢无搭掠日头的边仔起来，已经要求施工的厂商，当着爱即时改善。新北市环保局出动车辆，伫咧罗林盐水降温，受到太平洋高压、西南风沉降的影响，气象局2日针对台北盆地、华东等等的地区发布高温警讯。新北市消防局统计，18也就是顶礼拜四以来，有11个民众因为潮沙等等的热伤害上病院。本市有出现连续几天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截至目前为止的统计已经有11名疑似热伤害就医。那我们原则上呢，我们洒水的话，就是会以我们主要的一些比较多车辆的路段嘛，就是像我们的县民大道跟我们的文化路为主。卫福部统计。全台湾从6月份以来，已经有385个人次因为潮沙等等的热伤害上病院。台北市劳检处为6月份开始展开高温的劳检，检查465个事业单位，有2个严禁工地，拢无照规定替劳工设置热日头休困的所在，或者是准备啉的滚水。那我们发现的时候，当时的状况，因为劳工在大太阳底下作业。而且也没有遮阳设备，还是请说雇主，你们要再找一个地方，让他类似说有在休息的时候能够找个真的遮阴的地方休息，而且休息处也要有个可以让他补充水分的饮用水的设施。劳检处讲，每年高温劳检拢是为6月份执行到9月底，不过天气一年比一年搁较热，若是今年9月底了后，天气还阁是这么滘翕，高温劳检会阁延长到10月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义。热天时顶尖下壁，真侪人拢想讲当我着爱坐伫咧冷气房内底，尽量休好凉啦。毋过咱嘛知影讲，公元2020年，世界毋捌发生头一种真恐怖的病毒。虽然台湾病情伫咧传有较少。毋过世界国家真侪拢搁四散伫咧举武汉肺炎袂当提防，尤其即中间第一要紧，咱人就是爱加强抵抗力。热天时虽然热啦，嘛得爱加减运动。毋则国政今日搁扣出昭和8年的烧蕉佚佗歌，咱大家烧蕉烧出来佚佗，鼓舞讲身体爱顾好勇行，勇行才是第一点。你若身体勇，身体骹上手人，咱的至亲就毋免为咱来拖磨。四句联内底讲，因为佚佗讲歌曲，毋是爱要论歌诗，会当过日好味时。佚佗有日做有时，毋通做牛做马做，有做无铁心过劳。佚佗行走第一好，多情假意啥人无？这有影，你毋通干想要做啦，做牛做马做。你讲国情做事嘛是咧劳动呢，毋过专家甲咱讲。劳动还劳动，运动还运动。你着爱出来行动，出来行耍，出来世界去佚佗。伫咧佚佗行走第一好。尤其真侪女性朋友，因为这昭和8年内底的歌诗，甲即马无相共。四句人嘛咧甲咱讲，古早真侪女性伊毋捌行出门，毋捌行过境啦。安怎样念歌诗？伫咧讲古早查某真歹命，袂使出来街路行，不时关甲毋正囝。无通运动，骨压压。现时也是有即人，规年都是喊出空，有诶拖磨打头重，有诶古板心无共。对呢，永早诶女性讲较袂当行出门，讲较土诶，讲不时关甲毋正囝，无通运动，骨压压，当然就袂自在哩。
现时虽然女性较普遍会当出来，毋过嘛有即款人，这昭和8年的歌词哦，即马嘛是足侪即款人。人即马现代人咧讲的，讲日本话讲的，学大去就是踮空句，无爱出门的人啦，规年都是喊出空啦。有的拖磨打头重，有的古板心无共。过来，四姑娘继续甲咱踢破，讲食食有时有禁忌，散步随意不关时，运动较袂够上气。神经会好，勇气持；神经衰弱真厉害，想无运动也会来。运动的勇好加载，这条药费就免开，这确实有影。不是吼，安尼若毋运动的人吼，伊会熬上去，尤其神经会衰弱。永早的四姑娘咧甲咱教，不管是你着咧出来行、出来耍、出来摇叮当，啊，若安尼食，定定咧运动，身体会勇，这条药费就免开。讲起实在至情搁智力。啊，目前游园啊，当伫咧农业园区、森林园这边面，早冬稻啊，当咧收的时阵，毋则讲真侪时代、真侪做田人，确实也真劳动。啊，总是因为进前稻啊抽水迄项期间，因为气温影响，真侪稻啊拢染着稻热病，就是拍切。即块平均册减收有2成。但县府的农业处嘛，鼓励农民都爱通落去份水稻区域收获农作物的保险。若收成比较逐年减超过1成，就挺好申请理赔，安尼较有保障。西挂稻仔机伫咧产林来回咧采收，目前森林地区当咧挂早冬的稻仔。不过最近有农民发现讲，今年1期的稻仔磅心的真济，而且减产2成，主要是因为前一阵仔抽水期，佮拄好拄着热佮翕的天气，所以才会去挖着稻热病。上面伊这微调的较随意安尼啊。这都空的。哎，空的啊，那边都干的。抽水的时阵啦吼，拄着这个啊几十天这个雨水，刷无到这个洪地，结果咧发生这个水稻热病。啊，即马已经这个要好采收啊咧，已经足严重，拢看到这规水拢足白。大概受损的面积，严重的是2成以上走袂去啦。军管府农业处表示，因为稻热病是属于一般的病虫害，减产并不是天然灾害所造成的，包括二轮、气动、麦苗、轮培、甲东势乡，拢有传出因为稻热病所以减产，嘛鼓励农民会当投保农作物的保险。在保险部分啊，我们也鼓励一起做大概一公顷大概4644块钱的保费。那我们会预计说。整年度历年的平均的收获量跟这一次的差异性，去补足它的那个缺额的部分。分管府农业处表示，今年4月份的灾害造成岛南的月光米，还有轮培的芳米无结米，有列入去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外，其他早冬的稻啊，因为稻热病减产2成，加上收购的价数比去年同期阁减10块，真侪农民收入减少。所以鼓励农民投保，若是有通过保险赔偿的审核，收入会更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森林公园，咱来讲台南市新营的高野社区，永早村民拢会做手工白扫帚，出口销日本。啊，毋过当即门手艺已经渐渐没落。近来高野社区遮又搁开始邀请一寡老辈来教即手技术，庄内嘛研究出会当夹伫咧手机啊顶头设计的扫帚啊镜，互外来佚佗的旅客嘛会当动手来学家己拔。扫帚爱加嘛，爱扣起来了，因为遮人爱坐嘛，爱坐期间吼，因为这本足少，所以一定爱加掉。把设计的绳啊整理好，扣好坐，用树梁绑做一束。佮用红线甲绑好，油互红，安尼细细机仔的扫帚就做好啊。伫几十年前，台南新营的高野庄就靠村民顺手工绑出济大扫帚，替咱台湾趁袂少的外花。扫帚拢过迄个去卖呢。较早阮这个庄会用讲是扫帚庄，阮规个庄头拢庄头的帚拢咧绑扫帚。毋过现代社会已经无啥人在用即款用绳仔绑的扫帚，所以大机的销无路。社区妈妈就想出改绑细细机仔，佮高水的扫帚，互游客做伴手。以前啊吼，还是要下伫迄个咱的迄个包包拎啦。不过吼，感觉最近运动歹，甲教的少小人。传统产业因为较辛苦，真侪少年人做无落来。甲在即阵有社区的时代，同齐甲较早绑扫帚的记忆佮找倒转来。未来因也按算规划课程，互游客亲手体验。毋望即款老辈传统技艺会使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扫帚公园来讲雨伞，30几年前台湾出品雨伞的产业真佳业，甚至也有雨伞王国的封号。尤其是彰化地嘛是做雨伞的大角头。他彰化关秀水的金兴社区特别举办雨伞师傅培养的课程，就是用头尾3天的时间，就要教互人会晓做一支雨伞出来。教室内面每一位学员拢真认真，摕着画笔，一笔一笔伫雨伞顶面画出家己喜意的图样。就足济，因为我本来都不会用那个电动的缝纫机。我们年纪比较大，以前都是用那种米芯车，应该还有用卡带。虽然制作雨伞的产业渐渐消失，但彰化秀水也有30多间的小工厂，为着保存技术，当时和长辈学习第2专长，在地雨伞公司特别举办课程，为加布、车布、天雨伞，甲最后的设计彩画，和学员有法度家己完成一支雨伞。上重要的就是，阮最后下今日的课就是画一支雨伞，所以阮的雨伞变成艺术品，就不是消费品，我们是使用的艺术品，不是用了即丢的消费品。将传统制作雨伞的技术结合艺术创作，嘛期待透过培养，让更较侪人会晓制作雨伞，嘛让台湾本土的制伞产业会当再一次迎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讲，彰化县有一个老阿嬷，名叫谢小薇，今年已经90了。虽然进前因为癌症有去开刀，不过伊真爱画图，连踮病房内底嘛咧画，阁有因孙嘛陪伴伊做伙画。因2人画风景，嘛画当伫咧照顾病人医护人员。但这间病院内底，嘛等咱妈孙2人苦心创作的作品。这幅图内底有红砖甲的厝，有大片的田园，彰化的景致真在眼前，也阁有遮无同国家的景致。这个图即阵拢伫咧彰化病院的护理之家展示，创作的人就是住伫咧护理之家内底，今年90岁的谢小薇阿嬷。画你无看我的册，我册逐本嘛有画红啊。足心性的吼。嘿，我真爱画红啊。5年前，谢小薇因为大肠癌开刀了后，就住伫咧护理之家休养。虽然阿嬷即马有小可失智，不过画图一直是伊的兴趣，病床顶拢是伊创作的家私。谢小薇的孙仔今年33岁的谢灿武，也陪阿嬷画图，甲医生和护士辛苦付出的面目啊画出来。妈孙仔2个人的作品，即阵做回电视。这个祖孙展，我们把我们的对于台湾的感激跟对这个医院的感激做一个展览的呈现。等到结束之后，这些东西这些画像他们可以取走。希望由不同的风格2代对话，我们的病患呢能够在这个疫情时间，能够还可以感受到这些轻松的一面。谢小薇和谢灿武、马孙仔2个人画风虽然无同，不过拢充满感谢和希望，让这个人来来去去的病院走廊，即阵加真侪艺术感和温暖。记者综合报道。关心老大人来讲，台南市新市的社内社区已经开台语文化班7档外了。真正因为传染症伫咧团暂时停课，不过老师嘛继续经过手机的通讯软体，教学生保持学台语。近来这班又搁重新开班上课，阿公阿嬷嘛讲学甲真欢喜。听老师用真认真的台语在讲道具，大家转来上课的人拢听甲笑眯眯。真正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全停课，停后疫情转好，一阵久无见面的阿公阿嬷又搁通同齐学台语，大家拢欢头喜面。咱学这个台语吼，咱嘛是在算到咱台湾的文化啦吼。但是就讲当然台语咱捌袂了啦，捌袂透所以就讲有这个机会，即摆就是讲来继续学习。一寡认真的学员伫停课期间，要是透过手机的通讯软体学习有漂罗马拼音和解说的台语字句。疫情的关系吼，所以有来停一站。这个停课的过程当中呢，咱这个当教授啦吼，拢利用到咱的迄个网络吼，用咱的迄个群组吼来教学。台南新市的社内社区办台语文化班已经7年，近摆若开课，民众拢抢要报名。除了大新市的民众，甚至阁有永康、善化和台南市区的民众相济要来上课。今年的人数大概差不多伫咧50个至60个左右，希望只有这个人数的迄个缩小吼，来增加着这个教学品质。台语老师顶真教课，
学员也用心听课，因要佮甲这7年所累积的台语资料，出版做台语的儿童绘本和汉儿的教学册，希望互台语文化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过去投入政治的工作，做立法委员嘛真拍拼、真出名的陈文辉先生，总是投入政治，毋过伊一手创办的花刀窑拢无放，但搁加强保育台湾本产的树丛，尽量要对生活中找出艺术的美感。因为陈文辉先生讲，伊一世人就是追求一字，或者真，这嘛是伊对台湾这片土地上界真、上界单纯的心意。咱嘛做伙来了解。这是花刀窑环境教育园区，对园区名“花”就是花的古字，代表这个园区有花、草肥和窑3项物件的结合。行在园区内底，四界拢看到5花10色的实物。这个主人叫陈文辉，伊希望讲这个园区会使互更较侪人了解属于台湾的工艺甲生态美丽。伊迄个环境这2字，是因为我要申请迄个环保署规定的迄个环境教育的场所。啊，环境教育的场所爱具备的条件有2种，一种就是你大自然咧种作物，比如讲人专业的咧种葡萄、吼种水果的；另外一种就是人文。阮花刀窑，阮摕到的就是用人文去申请的。人文就是讲，这个土地，台湾这个土地内底，本来人就有啥物树啊，本来人就有啥物花，啊，本来伊的地形地貌是安怎？照阮的原来拢不同去甲伊夹起来，安尼就对了。和其他5路园区无共款的是，花刀窑环境教育园区毋但有丰富的生态，来遮的人也会使学安怎烧花啊。陈文辉希望台湾会使有更较侪亲像安尼结合环境保育的园区，互更较侪人会使挖进大自然，欣赏大山大海的美丽。记者综合报道。新时代万项拢着爱转型，来讲台南市永康农会近来2冬投入网络的买卖，员工家己做小品服务人客，各项产品销起来，价强已经超过5000万。啊，若规年这边的农会是拍算要落去设长期照护的机关，通好服务庄内较济岁才会农民。今日去永康农会隔壁小卖部，内底商品是5花10色，集合小农出品真鲜的食材，而且佫有各地农会的特色产品。消费者若是来遮踅，想要买啥拢总有。觉得我买米啊，还有买那个一些就是牛奶类的东西，我觉得它让我的心里比较安全。啊，毋过对永康农会来讲，佫较有特色的，毋是即寡产品，其实是最近这2年以来，小连续招入来即寡少年员工，因每一个人拢是网络的小编，佫负责开发团购的商品，去年卖的业绩总共超过5000万。啊，网络的产品，因咧少年家去精选，啊，所以打做这1冬外啦吼，啊，渐渐啊个建立这个兴趣。别的农会啊，可能接洽，他们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东西，就可以拿来看一看，要不要跟我们合作一起卖这样。永康农会新思维，甲农会变做电商通路，嘛有少年人有一个全新的发挥空间。啊，若是伫咧半郊区的规人农会做农特产行销是拢了钱，主要收入也是靠农会信用部的借贷。今年的盈余超是3000万，伫咧全台南的农会是排第3。啊，若是最近规人农会嘛有改变，伊加转型投入去开发长照机构，来服务年岁较大的农民。长照这一块是政府目前正在推广的一个政策。长照对农会未来的正常收入会有保障，然后对老人也有照顾。对网络行销开始流行，农会要趁钱，嘛拢有因家己的生理头脑，毋那真特别，嘛拢有因精彩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啊，5日节已经施教日到了，大溪乡公所和海口故事屋这个单位，邀请大溪国校幼囡仔，佮有庄内长辈齐做伙来白粽，望要甲传统的手艺，佮有5日节这款文化的精神，拢尽量传落去。地点在这里，压了。5日节就要到啊，讲到5日节，就想到要食粽，但是现代人大部分拢是食外口买的，已经真侪人袂晓白粽。云林大溪乡公所甲海口故事屋做伙办一个活动，互大溪国小的学生囡仔甲社区长辈同齐来白见粽。
互因亲身体验五季节的传统活动。老少共学啦吼，就是互咱的社区的居民甲咱的囡仔吼，共同来了解到讲吼，咱无同款的文化吼。北藏的头一步就是要学凹藏桥，看起来是简单，不过每工若是无掌握到，发起来嘛是哩哩落落。真侪囡仔拢是头一摆体验，大家一句来一句去，做会的研究。粽叶，然后在里面就是放包甜粽，就是把粽子包进去，然后要折起来的时候，我都折不起来。以前咧耍的啊，趣味啊，我记得真好啦。大人囡仔透过北藏，做伙来感受过节的气氛，然后社区加真侪新鲜佮快乐的感觉。记者做报道。咱们来看各地头气温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1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28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28度到34度；金马、澎湖28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福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咱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是下字这个词。下字汉字写作下字，罗马字写作呵的呵，子以字。下第7条，字第3条。下字是一冬内面日时上长的时，这个时阵黄山啊雨已经落雪，完全是热人的天气啊。气温称悬，有一句俗语讲：下字爱食唔爱去，就是讲这阵天气变热，人就会变面单。过来嘛，因为对流紧。过到时啊，定会落西北雨。人讲西北雨落袂过残花，就是讲这种雨连绵来连绵去，落袂久。有时阵要出门，看到咧落雨，雨满才穿好，出门雨就停啊。这个季节定定会有风台，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世，就是讲夏至了后，风台就会定定来拜访台湾。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风台天就乖乖啊踮厝，唔通四界拍拍走，安尼真危险。救啊！这气行到夏至，山野是当咧大出。俗语讲，望景夏至，山野落地，就是讲山野到这个时节。是上好食的在藏红的，因为咱台湾南北气候无同，夏至的时中北部的稻啊要咧收成，所以咱会讲夏至早暗季。不过南部收成较紧，已经开始搁播新一期的稻啊，所以会讲夏至经济交气，流夏至。夏至爱食唔爱去，西北雨落袂过残花。夏至风台就出世，望景夏至，
山影落地。夏至的时阵出门做事，也是出去佚佗，爱记哩加啉外滚水哦，唔通着山呢。咱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